分享一下喺香港做自媒體嘅一啲心得啦。做咗自媒體幾年啦，其實開始做嗰陣時呢，係基於嗰陣時又處於一個比較經濟低潮嘅感覺或者個階段啦。咁唔知自己可以做啲乜，亦都唔知道自己未來可以依靠啲乜嘢嘅事業去發展自己嗰個嚟緊嗰個人生路啦，所以一直都好迷茫。嗰陣時就係知道呢，內地嘅媒體，特別係自媒體，特別係短視頻啦，係越嚟越流行啦。譬如話抖音啦、小紅書咁樣啦。嗰陣時淨係諗住我要做一個賬號係可以有好多粉絲，或者係可以非常之有吸睛能力嘅、有啟發性嘅，咁就由呢個諗法開始，所以就開始拍視頻啦。開頭呢，淨係識講一啲好空泛嘅一啲即係所謂嘅人生道理啦。咁照住啲稿去讀啦，或者自己諗到啲乜嘢，覺得好似好高大上嘅一啲智慧嘅一啲諗法就講出嚟啦。冇乜流量㗎，亦都拍攝好死板啦，就咁喺屋企咁樣對住即係四埲牆去拍，冇背景啊，即係個背景係好悶咯。咁亦都冇乜特別好有表演欲嘅一啲表情咁樣啦。咁嗰陣時做係，我覺得係做一段時間呢，係不能夠發揮自己，亦都冇乜流量啦，亦都唔知自己做緊啲乜咁樣啦。咁後尾再去慢慢上堂啦，就會發現其實做短視頻啦、自媒體啦，其實你要獲得別人嗰個關注，最緊要你要有價值帶到俾人，你要有一種利他嘅一啲思維啦。所以開始去諗自己個定位啦。其實定位呢樣嘢呢，我覺得可以好難，亦都可以係好容易。你譬如話你自己本身做開英語老師嘅，咁你個定位可能好清晰啦，就係教人講英文啦。又或者你本身係你嘅專長係做會計嘅，咁好簡單啦，可能你嗰個定位就係教人點樣去即係精於計數啊，或者去管理一啲報稅嗰陣時要注意啲咩事情啦。呢啲咁樣嘅主題或者係定位，你都可以為自己定立，因為呢啲已經係基於你一直以嚟嘅一啲技能或者係社會嘅標籤。最難定位嘅就係你本身個社會標籤係好模糊，你亦都唔知道自己人生想要啲乜，亦都唔知道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啦，亦都唔即係好多時我哋都未必好清楚自己天生我材究竟喺邊度呢？咁呢啲係最難去定位㗎，所以我會經常或者每一日我都會問自己最喜歡啲乜。如果真係唔使做啦，你會即係我會俾自己容許自己行邊條路啦，即係每一日都即係唔需要再為錢去奔波，唔需要再為自己嘅財政能力去擔憂。我最想做啲乜？呢個係最接近可以幫我哋揾到我哋最想做啲乜嘅一個思路啦。所以鼓勵大家就每一日你都去問自己，如果唔需要有任何報酬，你無期待，唔需要有任何回報，你都會用心做好件事。你好輕易或者好熱衷於做嗰件事，你求其做都好過別人㗎啦。咁你不斷地去諗，你先會清晰究竟乜嘢係最啱你。亦都可以問身邊嘅朋友啊，問身邊5至10個熟好唔熟好，佢哋第一下諗到你嘅感覺係啲乜啊？嘗試去問下佢哋啊。有時我哋如果諗唔到嘅話，嘗試借助外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其實一切係圍繞住你嘅定位開始咯，未必可以一時三刻就諗清楚自己嘅定位喺邊。咁但係我哋要 keep 住去諗呢個最重要嘅一個關鍵嘅點。可能你一直做落去呢，你嘅定位會稍為有改變，咁但係基本上都離唔開嗰個浪啦。咁我自己一直以嚟，我諗俾人嘅感覺，或者係我自己俾自己嘅一個大概嘅定位啦，都係一個比較個人成長啊，或者係好喜歡表達一啲所感所悟嘅一個帳號啦。唔敢講自己好叻，
但係起碼我係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啦。所以無論我係做可能係一啲理財概念好啊，或者係一啲時事分析好啊，其實都走唔開呢個咁樣嘅重點㗎。當你去聚焦某個範疇，每一日都去發內容，無論係視頻好、文章好，你 keep 住去讓自己曝光，其實你就會慢慢喺別人心目中形成一個標籤啦。所以做帳號啦，做自媒體啦，其實唔係一時三刻可以完成嘅事情，亦都唔係一場好短嘅一個堅持，其實係一個長期主義咯。我會形容做短視頻啦，特別係短視頻啦，其實係一個電子名片，讓你去累積一啲我哋叫做數字資產啦，又或者係叫做視頻資產啦。呢啲資產係會，呢啲記錄啦，會係喺互聯網上面去記錄落嚟，甚至係永遠記錄落嚟。呢啲記錄其實就係你嘅資產，就係令到別人就算冇見過你，但係如果佢睇開你10條、20條、30條、50條、100條，甚至1000條視頻，其實嗰個人基本上會對你有個感覺，有個印象。如果你俾人印象係好嘅話呢，其實你就可以降低你喺別人心目中嗰個信任，即係嗰個信任成本啊。咁你賣嘢或者你以後去做銷售啦，或者你想去介紹一啲你覺得正嘅嘢呢，其實會比較容易咯。咁但係如果你冇呢啲記錄呢，別人由零開始去對你產生信任，係其實需要一個好大嘅成本或者一個時間。咁如果你有做開同埋冇做開呢，其實係爭好遠嘅。所以我一直都強調數字資產係我哋人生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資產，亦都係冇人可以幫你做，冇人可以幫你去完成呢樣嘢，你一定要靠自己嘅能力去累積。我覺得如果係素人啦，乜都技能都冇嘅話，其實最簡單就係拍視頻日記，就係好似我咁，每一日你其實可以求其揾個地方坐低，跟住你諗到嘅嘢，最好係利他啦，你就直接去分享出嚟啦，唔好純粹自嗨。你係要同呢個世界嘅好多時事啊，或者一啲生活感覺連上關係。哪怕你可能只不過係分享自己感受，如果你可以分享出一啲普遍人有嘅共鳴感，或者一啲對生活嘅態度、一啲感覺，其實都係可以創造價值。所以我哋成日話利他，其實呢乜嘢為之利他嘅內容呢？其實你只要可以分享出嚟嘅嘢係讓別人產生感覺，讓別人產生共鳴感，讓別人覺得係啊，我都有呢種感覺啊！你講出咗我內心嘅某啲感受啊！你讓別人有感受，讓別人願意同你喺你嗰個貼或者短視頻裡面去互動，其實已經係一個有價值嘅內容，已經係一個利他嘅內容，亦都係一個有營養嘅一個分享啦。所以唔需要去介意話啊，我未係一啲好專業嘅人士，我亦都唔知自己分享嘅嘢好似冇乜即係一啲好實用嘅功能。其實你可以抒發到別人嘅感情，令到別人睇完之後、聽完之後、望完你嘅內容之後，覺得好有感覺、開心咗，或者豁然開朗咗，其實都已經係一種價值嘅傳遞。所以我哋其實係每一日都會發生好多事情㗎嘛。譬如我哋今日坐喺度啦，我見到好多中西唔同嘅中西文化唔同嘅人士喺度聚集喺度，有好多外籍嘅人士啦，亦都有好多本地嘅人士啦。咁佢哋坐咗喺度，佢哋究竟做啲咩嘅咧？點解晏晝2、3點唔使返工嘅咩？點解可以坐喺度去咁悠閒坐喺度嘅？咁我觀察到可能有部分係遊客啦，有部分可能係嚟緊坐喺度見客嘅一啲，可能係做金融業啊，或者係一啲保險業嘅人士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度可能係一個好適宜我哋見朋友啊、見客啊，或者同一啲人坐喺度悠閒傾偈嘅地方。可能係一個打卡點啦，可能係一個地標啦，可能係一個代表住
中環嘅一個好有情懷嘅地方啦。咁其實我哋可以透過呢啲咁樣嘅分享，讓唔認識香港嘅人，讓唔認識中區嘅人都可以對呢度有個認識，其實都係一種有價值嘅分享嚟嘅喎。所以只要你認真去過好每一日嘅生活，其實你係會有源源不絕嘅話題去分享㗎。開頭可能你面對鏡頭會有啲驚啦，唔知自己講啲乜啦。其實你俾自己少少 warm up 嘅時間，好似我咁頭先我開機就播㗎啦，我就好似同一個好耐冇見嘅朋友咁樣傾偈。你哋係我非常重視嘅人，所以我用心去分享我嘅感受啦，我嘅感覺啦，我嘅人生啦。當你每一日你都習慣咗對住個鏡頭去分享，其實你就會慢慢習慣呢種感覺，你甚至會有一種越嚟越喜歡呢種體驗嘅一種感受。咁你慢慢將佢融入你嘅血液裏面，成為你生活裏面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哇！我今日如果唔錄一段視頻，我瞓唔着覺啊！如果你有呢種感覺呢，你係一定可以做好自媒體㗎，因為你熱愛啊嘛，你覺得你唔做唔舒服啊嘛，你已經係好有熱誠啊。所以做自媒體多少係要你自己要培養一種熱愛嘅感覺，熱愛同人分享，熱愛啟發別人，熱愛同人互動，熱愛去表達自己，熱愛自己嘅生活，熱愛自己生命。你所有嘢都係源自熱愛，別人就會感受到你嗰種熱愛，別人就會感受到你源源不絕嘅嗰種能量。好多時我哋講咩未必係最重要，最重要嘅係我哋嗰個肢體語言啦，我哋嗰個感受啦，我哋嗰個表達嗰個感覺啦，我哋內在嗰種喜悅感啦，我哋內在嗰個 B 型啊，俾人感受到，呢啲先係更可以震動人心，令到別人有個共鳴感嘅一啲能量嘅傳遞。所以我會形容做自媒體係一種能量嘅傳遞，係一種靈魂嘅一種交流。你講啲乜唔緊要，唔重要，唔係最重要。你會諗到一個話題，你從心而發，可能開頭嗰幾句、十幾句可能係廢話，但係你慢慢講落去，你就可以講到內心嘅感受，你就可以越挖越多嘢講出嚟，亦都可以同時鍛鍊我哋嘅口才，鍛鍊我哋嗰個網感，鍛鍊我哋嗰個表達能力。當你可以源源不絕地將內心嘅感受講出嚟，其實某程度上你就可以合一咗內心嗰個身心合一啊！咁你會成為一個更真實嘅人，你會擁有更多嘅靈感，你會擁有更多嘅一啲，你會擁有你個世界會更加大咯。你打開你個內心，讓更加多人走入你個內心，你就可以走進呢個世界，感受到更加開心、幸福、喜悅、愛，就係咁樣咯。希望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得着。我係香港占記，未點讚嘅幫下手點個讚，關注下我個帳號，我嚟緊會分享更多。